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係大齋期第3主日。大齋期唔係先係將自己變得更加好，先至係配得嚟到上帝面前。相反地，大齋期係我哋承認自己需要被救，需要被更新，因而回到主面前嘅一段路。喺呢段路上邊，我哋時時都會有一個疑問：我到底應該點做呢？係咪要多做一啲屬靈嘅操練？係咪要多克制一啲慾念？多啲提醒自己唔好犯罪呢？詩篇95篇俾咗我哋一條好清晰嘅線索。呢首詩一開始好似係一首敬拜讚美詩，因為佢話：來啊，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，我哋要嚟感謝佢。跟住詩人就將焦點帶到上帝係邊個。原來佢話上帝係大神，係大王，係海洋旱地，山嘅高峰，地嘅深處，全部都喺上帝嘅手中。然後詩人邀請我哋屈身敬拜。詩篇並冇停留喺敬拜嘅情緒裏邊，反而喺第7節後半段突然間就會轉接話：惟願你今日聽佢嘅說話。讚美真係好重要，下跪亦都好重要。但係詩人知道，真正嘅敬拜唔係只有口裏邊嘅歌聲同埋外在嘅姿勢，更加係生命嘅聆聽同埋回應啊！大齋期第3主日，好似上帝將我哋帶到去敬拜嘅殿裏邊，又將我哋喺殿裏邊帶到去曠野。因為佢話：你們今天要聽，並且唔好硬着心。詩人稱上帝為拯救我哋嘅磐石。磐石喺聖經裏邊係代表穩固、可靠、可以依靠嘅象徵。人最深層嘅渴望之一就係想要一個唔會倒塌嘅依靠，一份唔會失去嘅保障，一個唔會背叛嘅關係，一條唔會改變嘅道路。但係我哋都知道，人時時將磐石擺錯咗地方。有人將安全感建立喺成就同埋表現上面，覺得只要自己足夠嘅努力就能夠掌控一切，掌控我嘅人生。有人將安全感建立喺金錢同埋資源上面，覺得只要我嘅存款夠，我嘅好嘅規劃就能夠抵擋風浪。有人將安全感建立喺別人嘅肯定上面，覺得只要被需要、被稱讚就能夠證明自己存在嘅價值。大齋期提醒我哋，呢啲所有一切都會動搖。當環境改變，身體衰弱，關係破裂，你嘅計劃失控，我哋就會發現，我哋一直以為好穩嘅地基，其實只係鬆土一片。詩篇95篇將我哋帶到真嘅磐石上面。上帝唔單止係能夠幫我哋一把嘅神，佢係創造主，係掌管萬有嘅王。佢嘅手握住地嘅深處，佢擁有山嘅高峰。換句話講，上帝唔係只係喺我哋成功嘅時候與我哋同在，亦都唔係只係我哋將生活整理好之後先配得佢嘅注意。上帝喺我哋高峰同埋低谷都係掌權。喺大齋期，我哋要重新學習，將心裏邊真正依靠嘅位置交還俾佢。第7節話：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，我們是他草場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羊嘅圖像好溫柔，但係好現實。羊並唔係以獨立、聰明、有方向感著稱嘅動物。羊係需要牧人，需要被帶領，需要受保護，亦都需要被拉翻嚟。我哋都常常以為屬靈生命嘅關鍵係在於更加努力，更努力去禱告，更努力去讀經，更努力去守規矩。當然啦，操練好重要，但詩篇95篇更深嘅呼喚唔係要你更用力，而係要你更願意承認自己係羊，願意讓上帝做牧人，願意將自己嘅主權放低。所以大齋期嘅操練唔係要我哋靠苦行嚟換取上帝嘅悅納，而
而係透過刻意嘅節制同埋省察，將嗰啲佔據我哋嘅聲音放細，好讓我哋能夠聽到牧人嘅聲音。因為真正嘅危險唔係我哋嘅軟弱，而係我哋聽唔到；唔係我哋跌倒，而係我哋跌倒之後仍然拒絕去被扶起。詩人話：惟願你哋今日聽他的話，你們不可硬着心。我哋要注意呢個詞啊，今日唔係等情況好啲，唔係等心情穩一啲，唔係等問題解決咗再嚟聽。上帝嘅呼喚係時時帶住一種溫柔嘅急迫啊，係講今日。硬心係乜嘢啊？硬心唔一定係故意反叛嘅態度，有時候硬心睇起嚟好合理，甚至好敬虔。硬心可能係我知道上帝要我饒恕，但係我先將我嘅情緒處理好先講啦。我知道上帝要我悔改，但係我要先將自己搞得更似樣一啲，先再返教會。我知道上帝要我改變某個習慣，但係我最近好忙，等過咗呢段時候先開始吧。硬心嘅核心常常唔係話我唔要，而係我唔要而家。詩人用米利巴與瑪撒作例子，嗰個係以色列人喺曠野因為缺水而爭鬧試探上帝嘅地方。佢哋唔單止係口渴，而係喺壓力之下，將上帝嘅同在當作係被證明嘅事情。上帝到底喺唔喺我哋中間呢？佢將焦點由上帝嘅信實轉移到自己嘅感覺同情景，將上帝當作必須即刻俾答案，即刻滿足需要嘅對象。當上帝冇照佢哋期待嘅方式行事，佢哋就用抱怨、猜疑、控訴嚟到回應。弟兄姊妹們，我哋都好熟悉呢種曠野嘅試探。當我哋缺乏嘅時候，當我哋受委屈嘅時候，當我哋害怕嘅時候，我哋好容易就將禱告變成一場你如果係真嘅，就證明俾我睇嘅談判。我哋唔係向上帝敞開，而係要求上帝照我哋嘅方式將生活修好。咁久而久之，心就硬了，因為我哋只係允許上帝喺我哋可以理解嘅範圍內做事。第10節，上帝話：40年之久，我厭煩那世代，竟不曉得我嘅作為。呢一句話真係好重，亦都好悲傷。40年係代表一段好長好長嘅旅程。以色列人其實見過好多上帝嘅作為，出埃及過紅海，雲柱火柱，嗎哪，磐石出水。然而上帝話佢哋不曉得。呢個就提醒我哋，睇到神蹟唔等於我哋認識上帝，經歷恩典唔等於學識信靠。人可以一路行喺上帝嘅同在裏邊，但係仍然會用抱怨同埋恐懼嚟到解讀一切。人可以聽好多道，識得好多道理，但係冇將上帝嘅話語擺入心裏邊，成為選擇同埋行動。大齋期第3主日將我哋叫翻嚟，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：我哋係唔係願意喺自己嘅曠野裏邊學習上帝，還是我哋只係想快啲離開曠野？上帝當然知道我哋痛，亦都顧念我哋嘅需要，但係上帝更在意嘅係喺痛嘅時候，我哋是否仍然願意相信佢係磐石？喺我哋睇唔明白嘅時候，我哋係咪是否仍然願意去聽？喺我哋等候嘅時候，我哋是否仍然願意去跟隨？第11節話：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。呢句說話唔係上帝小氣，而係上帝揭露咗一個屬靈嘅現實。硬心嘅人冇辦法享受安息，因為安息唔係外在環境終於平順啦，而係內心返到上帝嘅主權之下。真正嘅安息係當你唔再用自己嘅焦慮孭起成個世界，唔再用自己嘅控制證明自己值得被愛，
唔再用自己嘅努力嚟換取上帝嘅接納。安息就係相信我屬於佢嘅，我係佢草場嘅羊，牧人會帶領，牧人會供應，牧人會喺必要嘅時候責備我，亦都喺跌倒嘅時候扶起我。大齋期嘅道路表面上好似係少咗啲娛樂，少咗啲放縱，少咗啲自我，但喺上帝嗰度其實就係多咗一啲聽到主嘅聲音，多咗啲相信佢嘅同在，多咗啲讓佢嘅話修剪我嘅心。弟兄姊妹們，詩篇95篇將兩件事擺埋一齊，就係歡呼同埋警戒，敬拜同埋省察，歌唱同埋聆聽。大齋期第3主日亦都邀請我哋做同樣嘅轉向。我哋可以繼續唱，因為上帝係拯救我哋嘅磐石。我哋都要願意去聽，因為上帝唔單止係要我哋敬虔一啲，而係要我哋嘅心被更新。今日上帝對你講嗰句話係乜嘢呢？或者係要你放下某種苦毒，或者係要你停止用控制嚟抵抗不安，或者係要你翻去禱告，翻去群體，翻去你嗰個一直拖延嘅信服。願我哋唔好將今日推到明日，願我哋喺做我哋嘅耶和華面前跪下嘅同時，亦都將個心打開，因為真正嘅敬拜係喺佢面前承認，主啊，我係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要聽你嘅話。讓我哋一齊同心禱告。主啊，多謝你係拯救我哋嘅磐石。當我哋嘅心因為恐懼、失望、受傷而變硬嘅時候，求你用你嘅話使我哋柔軟，求你赦免我哋喺曠野中抱怨、試探你，或者要求你照我哋嘅方式行事。今日求你賜我哋恩典，能夠聽到你嘅聲音，亦都賜我哋勇氣，即刻可以回應，帶領我哋進入你嘅安息，使我哋喺你裏邊重新得力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